继续来看外界说佛教的专题，个草题里所谓说佛教有许多体客家种，为做到保存客话同客家文化，同时建立佛教的特色。嗰度说佛教如果用心提做，像陶阳中辣嘅中品国手，因为佛教嘅颜料同布马舞，充分展现牛片客家嘅风采。那位新竹竹东嘅六凤国手，虽然全球时尚加风来无70倍，不过因能表现。乃如係獎牌、獎創、獎比也到，看得出因能推動客話同客家文化有幾好嘅成績，連家長呢如談論聲音呢，向下提上課。今半年我二少家家係世界之錯，今年大係研究家了台，打造新世界之。來到中辣嘅總品國手，看得到顏料、燈光下等世界之創，希望新人嘅行業客家看到世界。校方表示，一種顏料本單以為老口列做原料，國建過後顛倒變做佛教嘅特色，佛教咪訓練新人嘅用客話來修嘅顏料歷史。新人係認真嘅排練布馬舞，也係廣東牛片體育嘅表演。透過布馬舞，本新人嘅認識歷史，並認識在地嘅牛片客文化。跳這個舞讓我認識很多客家文化，我覺得很有趣。你老沙起嗰條東西，慢慢地來使到佛教對了，本學生嘅啊，隨時都得學習。聽得鏡頭來到新竹竹東六鳳里，一大批嘅鄉親90%就係客人。六鳳國手雖然全球嘅時尚加起來無70隻，不過別項點能獎創客家族嘅項標嘅獎牌獎比，說明嘅傳統客話成績當好。兩隻頭馬多，三隻頭馬多。除咗學生嘅東三文嘅學習之外，連家長要填定新人嘅上課，目標係希望做得強下通過客人認證考試。我成年啊，轉去啊，出會講客我上講成年都學教好，啊當好教啦，啊老佢強下來了會強下上課。客話一個嘢都太磨難呵，太磨難。用足嘅動作順做種子藝術嘅五料國手，本人一下嘅就看到當地嘅特色。參加起五料理係北埔青苔嘅竹筍專業神奇，你係北埔客家藝術移民青島嘅素材。唔過當地但是幾面就本同化做好綠客嘅，呢度傳承無疑，五國手規定，全教所有嘅學生嘅無論係客人麼，做前愛強下學客家，都好過一種語言，每加一分天質點。其實，它不管是語言學習理論的基礎也好，或是文化傳承的使命也好，其實這個對於孩子來講都是有幫助的。因為佢啊學生嘅少哈，變到細辦教學嘛，啲學生學到較多東西，用較多時間一對一嘅教學。最立定，如果實忙做事，每筆申錯，這樣懂嗎？佛教當中不止係傳統農器嘅教學法前學嘅教材，配教社佛教結合在地資源，發展出佛教特色。模擬教學課程內容，老年級到位都比社科來比，更加豐富，更加成分化。讓小朋友嘅學習效果更加好，俾更加了解自家嘅家鄉文化。客家新聞綜合報道。頭度看呢睇客家種嘅佛教，